大家好，我係中原地產愉景新城分行 Angela 胡小姐，今日嚟到愉景新城2座一個中層E室，同大家睇個3房套單位。依家睇片先。單位實用面積582尺，廚房又做咗新櫥櫃、新爐頭、新洗手盆，企理乾淨。客飯廳都比較大，門口左手邊客廳，右手邊係飯廳，客廳望返東北內園方向，望內園嘅單位比較受歡迎，望內園通常比較寧靜舒適。走廊左手邊係第一間房，細房都可以擺到4尺床，3間房都係望返東北方向，客廁可以擺到浴缸，2個廁所都有窗，唔係黑廁。第二間房四正容易擺家私，主人套房入邊嘅廁所係企缸嚟嘅，都有窗嘅。主人房四正，有衣櫃位，有大玻璃望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歡迎隨時聯絡我，中原地產愉景新城分行 Angela 胡小姐。